少年赢白的肉粽，端午佳节肉粽芳。少年赢白的肉粽，阿母伫厝忙呀忙，要转毋转真为难。今年端午真无共，各种活动拢停办，配合政府的事项，乖乖踮厝莫移动。新冠肺炎疫情重，若要回乡讲毋通，想要出游医生空，正常生活爱搁等。烧香拜拜有愿望，祈求神明斗帮忙，祝福健康又平安，幸福快乐每一天。